我感觉个十几岁会翻。可以，他哦，飞机去那翻哦，他那有他。上海仔。那个红灰黄里面。哦，站，红里面的。啊。我要处理，就是。我感觉无客人。再来那个规定题要炸啥啊？开冷气后早餐要吃啊？我刚才吃2碗大便。这有这啊。我靠在以前这底下有个那好啊，有给他了。好，我那去楼上的哦。来我要参加。我要参加。需要开灯。科学想开灯在哪里？要开灯可以在哪里开？可能在东边烤一下我。好，要试试看。毛巾，这些。要试试看没有？立了变。我在土地区那方面，好的，